歡迎收睇一節天氣報告。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，表示火災性極高。現時溫25.2度，相對濕度46%。受高空反氣旋影響，華南及南海北部天色良好。本港方面，下午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降至40%或以下。預測天晴，明日早晚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。早上市區最低氣溫約19度，新界再低幾度。日間相當溫暖及乾燥，最高氣溫約27度，吹微風。展望隨後數日較為潮濕，日間炎熱。周末期間漸轉吹偏北風，氣溫下降，早晚天氣清涼。華南沿岸明日風勢微弱，天氣普遍晴朗，日夜溫差頗大。而一股偏南氣流會喺本週中期影響廣東沿岸，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及潮濕，日間炎熱。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喺本週後期抵達華南，該區天氣轉涼，風勢頗大，有幾陣驟雨，內陸地區可能有雷暴。受季候風影響，下週初廣東地區早上天氣仍然清涼。今節嘅天氣報告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